充分發揮北方海航道嘅優勢。一旦西方國家扣押俄羅斯船隻，俄羅斯會予以對等回應。佢同時話，俄羅斯對日本冇訴求，亦唔會威脅日本安全。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正進行聯合演習，願意同包括日本在內嘅所有鄰國及地區國家展開合作。喺香港新聞方面，勞工處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。香港電台黃貝文報導。勞工處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，考慮喺不尋常高溫下調整觸發警告門檻，令敏感度更高。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喺本台節目《千禧年代》話：明白暑熱指數涉及不同科學化計算，但早前出現破紀錄高溫，唔少工友都覺得炎熱悶局，但仍然只發出黃色工作暑熱警告，令唔少工友產生疑慮。林振昇認為可以考慮將有關警告級別同氣溫直接掛鈎。都係一個比較簡單直接，或者大家工友理解誒，因為大家都係睇天文台咧，記得度好慢，都我亦都有經驗係形容過係黃色警告，即係通常35度嘅一個極端酷熱天氣，特別係咁，所以呢一個溫度其實亦都係可以考慮喺紅色、黑色啊，譬如更高去到36啊、37啊、38啊，咁你就定一個同紅色或者係黑色掛鈎嘅一個安排。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喺同一節目話，市區氣溫同上水或機場等地區可以相差好大，建議當局考慮劃分地區性、全港性兩套指標。停機坪尤其是一個咁空曠布大嘅地方，佢自己有嗰個獨立嘅溫度指標可以俾到出嚟咧，咁就工作上都如果喺某一啲地區，未必係單單自己場嘅，咁可能當我哋上水圍牆嗰度做緊一啲街道清潔嘅，咁佢哋可能都係做緊同樣嘅布仔嘅情況下，係地區性上邊嘅，同埋個大圍全港性嘅指標，即係有兩套指標。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，增加勞動者休息點，讓戶外工作人士喺曝曬或者暴雨下有休息嘅地點。新聞報道完畢。愛因斯坦強調，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。魯迅道出，地上本無路，路係人行出嚟嘅。而愛迪生堅持，天才係1% 嘅天分，加上99% 嘅努力。師兄啊，師兄，呢啲金句同你個節目有咩關係啊？絕對有，呢啲金句同我嘅車一模一樣，都可以俾到大家。各位聽眾，一股結合音樂同多色水元素嘅軟勢力，正以均速進發，帶你一齊遊車河，令生活多一些點綴。各位車友 ，Let's go！逢星期1至5下晝1至2 FM 961，體驗多元音樂宇宙 ，Chris Metavan。晨光天氣。今晚凌早晨，溫哥華今日主要係薄雲，可能會有雨，最高氣溫會到24度。今日嘅紫外光指數最高都有6，落雨嘅機會有30%。日落嘅時間喺今晚嘅8點到7，晚間主要都係天晴，最低氣溫14度。今晚嘅落雨機會有10%。聽日星期四天晴有陽光間中薄雲，最高氣溫去到25度，落雨機會有40%。去到 Friday 星期5有陽光間中薄雲，亦都間中有雨，最高氣溫去到24度，落雨機會都係40%。現時出邊係吹緊6公里嘅東南風，室外氣溫有17度，濕度係88%。至於卡加里今日係密雲有雨有煙霧，最高氣溫15度，晚間最低氣溫10度。今日嘅落雨機會有90%。現時卡加里室外氣溫有11度。聽日就去旅行啦，但係唔想 miss 咗啲電台節目，有咩辦法啊？用手機下載個 app 啦，去幾遠都聽到，有時差都唔怕。咁方便，點整啊？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費下載啦。加拿大中文電台 Fairchild Radio App， 隨時隨地想聽就聽。
育費壓力咧係年輕人咧令到佢哋都透不過氣嘅，咁而乾脆咧將重心係轉移到咧係冇小孩嘅身上啦，冇錯，養寵物啊。根據韓國嘅政府最新嘅調查，韓國養寵物嘅家庭比例已經攀升去到將近30%，呢股嘅寵物熱潮咧正係全面咧帶到相關嘅產業快速咁轉型嘅。喺首爾嘅街頭啊，最近出現咗一種咧新興嘅寵物塔羅嘅占卜啊，成為有好多嘅寵物主人咧同寵物溝通嘅另類嘅渠道。